咱继续要来讲生批蛇，迄是真痛苦的代志。讲即摆注批蛇疫苗都要自费，注两剂都要17000块到18000块。来看中华县政府补助长辈注批蛇疫苗，一个人只要付6000块，是吸引到这长辈排队注文登记。讲第一个礼拜的名额，一下就互抢了咯。有人半暝12点就去卫生所排队，也是抢无，真生气，痛骂县政府无事先来通报。阁有人呛讲，要补助到规个中华县的长辈拢来补助，也若无预算就卖办。讲大家伫咧寒死死暗暝排队，真辛苦。透早8点，卫生所开门，民众排甲热肠，想要登记注批蛇疫苗。不过，只敢若180个名额，互排队抢无名额的10多人。这期卫生所无新通报，个人骂官府无照顾到全部10多人。你们早就应该要公告，你们昨天的公告又没有说限制一个卫生所限制几个人，预算有限就不要去办，打那个米也拢可以啦。天气这么冷啊，你叫人家来虐待啊！卫生所人员现场耐心解说，这摆无抢到名额，所落来3礼拜拢有开放提出意向，因为市面上注的批蛇疫苗，大人2剂爱自费差不多17000到18000批。今麦中华时代家己自费6000，存咧县府贴，等于摕你心10000外块的费用。想要医药的民众，有半暝啊12点外就来这排队。你们是什么时候来排队的？4点，怕说呢，万一没有排到。因为我们是一个乡镇的人数去分配，彰化市我们辖区的民众也是最多。中华县这摆买2万剂的批蛇疫苗，今仔日开放全县27间卫生所排队预约。卫生局的网站和民众嘛拢公告信息，呼吁民众把握时机排队预约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